哎，老爸爸，这代天巡子闹了快半年了。哎呀，巡也巡不着，还越巡越起劲。哎，皇帝连自己儿子都管不了啊！听说皇帝我公我只太案件上下一致，王位恼羞成怒，要把儿子杀掉，这公我保持道理人杰。如今这王儿的肚子又不胀气，我想皇帝能不急吗？哎，都说皇帝要封台三千，王儿上不出，换个别人生好了呀。要叫王儿滚老嘞！皇帝也怕老母高。这个就相当于兵权，这江山都是王儿兄妹挡下来的，这皇帝能不怕王儿吗？哎呀，这皇帝还蛮出来的嘛。出去不好乱讲哦，是要杀的个了。皇上，算了，国君在命你寻找王儿，办的如何啊？还不抓紧寻找，万岁可是天天盼着你。是，早已吩咐下去，正在加紧寻找。不要忘记，寻到复判，先送到我的宫里来。你免得万岁操劳啊！代天巡子，祸不为别，天女人风，妇女做官，越官在官上加官啊！他来去帮忙啊！请问大哥，进去府衙可在前面？你面色发青，嘴唇发紫，怕是……哎呀，快走！请问大哥，进去府衙？哎呀，按照往前走，碰不得做完。哎呀，快走！你们这些没有用的东西，不要老在城里转，到乡下去给我请。路敲得响一点，声音高一点嘛。走。你这穷鬼，在京城知府面前看什么？管子不得。这位大人，请通报知府老爷司警察，小生从河南导致他来投访。你是？小生名叫丸子，曾是知府大人的邻居，也是亲戚。好，你等着吧。弟弟。老爷，代替寻子的事有音讯吗？过去刚来传闻过，是皇上十分着急，可我到哪里去找啊？哎呀，我比皇帝还要气你，王子是被我们寻着，侬就是王爷娘娘，我就是王爷娘娘的娘，想着有着皇亲国戚，老爷。你说这苦，老爷也是要去寻啊！老爷，府外有一群书生地方，他衣衫褴褛，面容彩色，自称丸子。丸子，是丸子哥哥来了。弟弟，请他行来。玉清，丸子，跟穷鬼派什么亲？别龙，让他滚！好，来，母亲，弟弟。好。夫人，曾记得他母子有为情，自长久不平顺，真爱郎大比之年却盘算，眼见我10年寒窗成泡影，他娘亲为我能为林子当那个
松叹陈考你，张子由你泪你，将你儿与他定下你就把他赶走。哎呀，老爷，夫人，你还是快去找皇帝的儿子吧。弟弟。哎，喏，就是他，去把他赶走。是。可是让我进去看见。你这野种啊！给你洗菜还是快滚吧！快！走，快点！好，我们走！走吧，走。正娘一走来头去。
请旨，夫婆为宾，一女在房，无女封官。弟弟，小心！这什么东西不人过啊？小弟，小弟，快把他扶到前面凉亭去救他。哦，哎呀，你怎么？哎呀，小弟，哎呀，弟弟，快把他躺下。哦，哎呀，慢点。是啊，小弟，别在别动人家东西。我是坤坤嘛。皇上，皇上你可不是，都不是。兄弟，去把那些冒认王亲的人统统杀掉。林子。算了，不是就不是，放了他们。皇上放心，为人一定追取不知，全力寻找。演技找到，皇上的性病还等着王儿来医呢。是，皇上，去吧，退下。哎，你母子不是儿的20年，20年我暗中寻访心事。几位铁皇榜，王儿啊，你为何自知不如年王儿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当代天行子。弟弟，你也早就出去了。行了，昨天为了照顾他，我没有出去讨饭，还聊一天的野菜汤。刚才我路过土地庙，见公子上有只白毛的，正好拿来你个当成早饭吃。弟弟，小弟，他病重，醒来正好叫他吃，我再去讨点饭。哪有这么好讨啊？你2天2夜不吃不睡，真别辛苦啦。小弟，举人严明，吃点苦也值得。我去采点叶来，你照应着点。我看他今天我也醒过来的，馒头留着他吃啊。拿着。小弟。啊
这句啊，谁的正常人2天3夜2天3夜，我这可是烧汤喂呀，我是让你2天3夜。你最近救了我。你们是叫花子？哎，你也是叫花子？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花子。你们？我叫金英，我姐姐叫金色了，我姐姐给你参下去了。我爹是个老总，要不说啊，你这个伤人本身啊，哪能把你救回呀？都是你起的救人名字。下地啥？现在感觉怎样？我生发来发作饥饿。哎呦，你说你吃吧。我们一块儿吃吧。小弟啊，你怎么这样不懂事？是他给我吃的啊！我2天没吃东西，都饿死了。小弟，小弟，我们没预备好生意生地，再去想办法啊！就找到了。哎呀，夫人，我也是刚听下人来报，方才得知哟。哎呀，那么他那个叽里呱啦是3点女儿口子王儿了。你辛辛苦苦忙个本事，算是泡汤了。就这么？不行，来，快点下去叫下来。哎呀，夫人。此乃事业、运业、命业，早无实的。哎呀，他过去就这么偏当，凭着他妹妹是王儿，仗着兵权得势几十年，幻想独霸天下。哎呀，你心思还大嘞，弟弟、母亲。快跟娘到国舅府去，做什么？听说国舅把皇帝的儿子找到了，他找到了，我们去看什么？哎呀！总不能安排宝石的王儿就被人抢走。阿囡啊，自从你听说丸子来过后，一天到晚阴阳挂起做啥？做娘也是为你好。你想，王儿嘛，总要小皇帝看重才行。国舅那个13点女了，怎么能我阿囡对你？我阿囡要人品与人品，要文采与文采。走，快随娘到国舅府去啊！走，快走吧。大姐，哎呀，国舅驾到，有失远迎，万望死的。请算了，请。我心中着急，没有叫下人来通报，就闯进来了。你们要
听说国舅把皇帝的儿子找到了，我们只要前去贺喜呀。是啊，是啊，唉，都是下人乱起哄，又是个假的啊！国舅大人，又是个假的。要是真的，不完全在找知府商量做什么呢？是啊，母上哪有这么便当？上茶。我们烧杯了，阿喏上楼。请。唉，史大人，皇上龙体千堂，看见王儿心痛慌。你我寻找我的脉，我是亲自不管这一忙，交情
儿子哥，你在想啥呀？我在看书啊。两眼不瞪瞪照着天，是看书。我知道了，你是想我去吃吧？是呀，天色不早了，你姐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哎，天色不早，姐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姐姐回来了，姐姐，小弟，姐姐，小弟。哎，姐姐，过来。哎，少兰姑娘，辛苦你了。至少我家有做着秘方，学得莲雾昨天汤呀才会断根，这是最后一天野草。这么大的神圣娃娃，带着落叶真香。来，这个哥，你看。哇，这么大的百年老参，要到深夜西沙的月牙桥边上才有。哟，你也懂啊？姐姐，你在哪里买到的？小弟，我不当你。小人生，你三名，你不会踏着天，一对虚心小弟的素贞。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没有什么。姐姐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没有什么。少兰，你的水，我忘事的。你个姑娘家，攀到月牙桥边，叫我。一定会体热，虚荣神圣不一样。算了，你叫小生死活不好的。是了，相公，你又来了。哎呀，我来是了。我已只是大荒流浪不去归，你独亲在中路走。不杀，现在小生早晨吃意，多谢小弟太过好友。是了，姐姐，你我记得从我那套晃到这里，举目无亲，你已经18岁了。我看得出万子哥对你有意，今天你就给小弟找个继父吧。小弟，你好不懂事啊！这是
小弟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怕难为情人。那，哎呀，没关系，一个人让他去解压，我们先去龙鱼。走，好。太阳又落山了，又把新了一天，再去找吧。哎，走到里面快去。哟，老大王，老村官，老村官，今朝没人来当副把，只要有人来当副把，我一定禀告，禀告。你没问他倒先开口了。新皇帝儿子，我也出街啊。总管老人天天来问，老客气了。好，有情况立即来报。一定。哎呀，中国老爷，哎呀，都别我说了，让我们去劝劝再走吧。哎呀，走，最好，各位最好，最好。哟，你来了，请，接拿来，啊，菜，来喽，啊，快，啊，边总管，这皇帝寻儿子，国舅之父为啥嘎气劲啊？天天才来就不可忘邦，行到皇太之在，谁女之求福。这天，国舅之父有啥？笨蛋！国舅之父2个月多未出家，你懂不懂啊？懂不懂啊？懂了。哎，懂了就好，你请我来安排啊。现在我就先叫你一声继父啦。好，今晚大喜，岂可无酒？哎，饭都没吃，哪有人吃没酒啊？这，有了。你看，第一天叫你回来，我就结果，这是我娘说，这是喜事之吧，叫上帝护怕。这牡丹怎么飞到里面去呢？这是鸳鸯牡丹，飞落在松子下，在生育儿子，生在天天的，结成圆球，啥专心唱上并且，就变成护怕。天天闹得心怎么不高？是不是？这是我娘亲一吧，与官府无关。娘，你要儿讲上不破，真当身上，这一定有用处。今晚还要与索兰姑娘定亲，此乃终身大事，由我当然去望君吧。几个钱再少回来啊！哎，快，辰光不早，当店要关门啦。对吧？姐姐，小弟呢？跟他吃酒吧。小弟回来，小弟你回来，你就让他去吧。相公，小弟年幼不懂事。不，是了。我去捡牙。相公，傍晚去量，你晚日进2锭去吧。好死了，
想过，说来我路边也觉三百里，与那地球同苍，爬头上。老爸爸，对快点，哎呀，我要当羊了，你明炒菜来嘛？哎呀，老爸爸，不帮忙嘛？你今天这些怕打营仗，打好了，我来想帮你上门班。好，你真能摸。哎，小姚万娘，你能当点啥？那。好。父爸。老爸爸，你懂不懂嘛？马马虎虎给你举损啦。这是喜事之文，上帝不怕，不是叫这用钱，也啥不得拿来当爹。这是你的。这是我爹。你只要当爹老舅的。我的舅舅也可以。好，你把瓦罐借我。那。你先到进来，我再给你。好，你请稍等，千万不要走开，不要走开啊！哎呀，父怕为兵，母女奉公，我个头两要做大官嘞！哎呀，大人啊，有人当父配。快去，走！快走！哎呀！你有虎吧？所以你们管父管。小兄弟，看看。你要做什么？
来看看嘛，把富婆拿出去大人看看。哎，去去去，着，明天晚你都是不同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对吧？哎，过来，这你带人去追，我去禀报老爷。啊，这给我走，给我走，咋子？哎呦，小心点，啥子？老爷，快走！快，老爷，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芝芝，小弟当心，小弟，是什么事啊？不是这个啊？为什么？他们要这不怕，不怕，这是丸子哥哥的不怕，你的不怕，快，他们再来了，小弟，不要怕，小弟。岂有此理！凭什么强要我不怕？小弟，走，小弟，怎么？三子，你跑得真快！请问追他做什么？他也不怕。这会怕的是我的，是你的，不是他的啊！不知这虎怕与你们何关？与我何关？你们看啊，这是什么啊？代替性子，虎怕为敌，这是真的。行了，好句啦。哎，快不你了！谁是母亲？母亲究竟是谁啊？这虎怕谁为勇士？难道这虎怕？国际大人驾到！啊，禀大人，他说虎怕是他的。哦，老爷，他好像是被古人拒之门外的夺亲之人啊！哦，国舅大人，此人呢，恐怕又是假的。请问公子，虎怕从何而来？此乃是我娘亲的遗发。你娘亲？他可曾对你说过些什么？娘亲这说，少有天有用处。虎怕能否借我一块？爽的虎怕！国舅曹思想，公牛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，千岁！啊！恭迎王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岁！命人送来虎怕一块，国舅请王儿验证。我兄弟他自己为什么不来？难道又是假的？国舅说这是真的，他忙着为父带女儿去一卦见王太子了。什么？是真的？啊！上帝虎怕真的找到了。这个老糊涂东西尽管不跟我商量，谁是这智障？连神都不来，
各据原文，此事是为了去追请皇上，我是安排皇太子进宫，他女儿随风之死。你急什么？我没死你。万岁的儿子，万岁！哎呀！好了，小弟，我们快去送讨爷吧。这个下来神神讨好到白开水好了，用不得我们送了，他邻居完事，马上来见我们的人。本该等他爬上前来见我们，可想供他稍晚出狱，不可大补。我在送他中放了马王、红娘子、龙香脑，这是他最后一天呀，需按时辰服用，方可断稍晚之根呐。哦，那我们赶快去送药吧。哎，小弟，去吧。哎，怎么办呢？哎，下去。老爷，难道我们就是帮忙一张？哪有什么办法？是你一盆冷水，怕人家过恨这一点。我哪晓得他是皇太子啊！哎，李玉荣，你怎么把个上的副牌让过去拿走了？哎呀，他是皇亲国戚，官兵我他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为王歇去吧，啊！妈，来人，去把小姐请来。是。老爷，王子现在何处？接他回来后，我等设宴作备。他饮酒已醉，现在昏睡在一角。好啊！拿不到副牌就抢人，先下水为强，让王子敬拜我女儿同往成亲。老爷，王子现在何处？接他回来后，我等设宴作备。他饮酒已醉，现在昏睡在一角。好啊！拿不副牌就抢人，先下水为强，让王子敬拜我女儿同往成亲。哎呀，死不得呀！母亲，让我反为不能，死不得，什么不能？现在是和尚眉毛遇上了，谁的与你顶得起，谁也不能拉混啊！可你，我现在是将功补过嘛，老天。老爷，你快去劝他吧。老爷，哎呀，你们都不听我的，好，我死着你们看，两个不能这样啊！一年就是
子，哎呀，你举子好。哎，你要老爷带上去，把王子回来。快去吧！老爷请。哎，你们快去布置新房戏。是。快在小姐梳妆，快去，快去！小姐，你看好看吗？小姐知道我好看的，好看的，好了吗？哎呀，快下来上轿吧。本当真相亲近，深夜冒昧登门，岂不什么事情审问？哎呀，审问，只为了将审问3日为配。哎呀，今儿去千万不好错过，你就不要讲正经的了啊！走吧。哎呀，快走吧！你呀，女儿。哎呀，我不是派人来叫你等着的吗？你半天都不来，我都困死了。哎呀，用嘴吧，那天肯定是假的。哎，这回是真的。官为了领你去见王太子，连双天虎帕都是我派人送进宫去，就你顾谋的。你给我起来啊！哎呀，这里，我穿什么好呢？件好的穿。哎，你娘偏偏这2天出门烧什么香，真是。哎，你怎么没有接殿下？哦，就从你的金手啊。哦，对，是我看。哦，女儿，到了那里见机行事，说你人多，不要说来争我，只是宽宽殿下表兄。好，我这。快！哎，请弟，哎，往这走，哎，快去，走，去吧，走。哎，放这里。哎，你自己哎，快去！好，去吧，快到那边去。老爷，你快去！你去啊！好，拿。老爷，皇家两地的交集地请殿下来了。哦，有请。是。哎，高胡子那个伤到吗？把他轰出去。是。哎呀，夫人。实在王子饮酒日正盛，那几两是他的亲民人，他挽回那说来女子定下终身。此事尚万须托转处置，使人冒上会，只怕王子知道，黑暗无穷啊！有这样的事情，我是有道理。哦，老爷，你快去在女梳妆打扮。夫人，去吧。比龙，请他们进来。是。来，2位有请。把这个锅在里边，你看他多好吃。来，请。走好。请。哎呀，搞好了。请。哎呀，你们2位就是救了王子民的恩知恩弟，见过夫人，管家宽恕，请。你们走。这里。外子姑娘，你们夫人，今晚东府都为相公府呀。他稍晚注意身体虚弱，晚休按时日，不用躺呀。好啊，姑娘，你这是天下第一功臣啊！我觉得是天下第一功臣，当然是啊。前世
昨晚的马漂亮，就是吃到这里苦的。小弟，姑娘，你看，这是你王子带下的食道。这个的食道都给你整好了。夫人，曾亲自是手在身。将我一到佛爷身上，这呀，你放着吧。哎，下来都由我女儿来忙了。这我什么意思啊？姑娘，事到事情，我也不满意了。实在是一郎中儿，别算子麻木，真是开花儿。眼下暖做美人，花的头发早已昏了睡，一人不得人所爱，全姑娘野花不香。野花莫香，冰冰酒，句句是句，穿心头，是莫穿啊。呀！我怎么怪你？是王要的你们回来吩咐不见的啊！不见我们了，不见我，他别啥子啦？并他以为正直的，他怎么只这个终身？小弟，王子杀，他是归你们相聚之恩，当是讲讲而已，岂可当真？讲讲而已，唉。他也难啊，其实他心里是很喜爱我女儿的，青梅竹马情投意合，要不怎么会等今晚去成亲呢？可他有他伤你的心，所以叫我特地来安慰你，让你来安慰我。姑娘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其实平民百姓嘛，与其传一句是啦，王儿嘛，可不是你这种人能当的。我知道你们听说来代替性子复判为病，什么听说？王伯伯子可能都变了。你们也看到王子身上的复判，看到了，这就对了。不是王子对他做什么，不想到王儿来生他要做什么？你好了，话一讲明，王子也是很关注你们的，送你们一份厚礼，不要再讨玩了，回家乡去吧。夫人，拿上来。多谢了，小弟，我们走。不，我不走。哎，走，小弟，你走，小弟，你走，小弟，真丢脸！你不走，我走。
快点快点啊！怎么还没有到啊？哎呀，快点快点！哎。官神不成，老夫吃了哑巴亏。官到辛苦，官到痛，呀呀呀，变本模样，变得我像昏要来当个痛。母亲，快去！不，哎呀，快去啊！去！对呀，快！不，哎，儿啊，母亲，快回呀！哎，回呀！哎，好，再回！哎，好，好，算了。死了。死了。哎，好。哎，儿啊，你快上床。母亲，你去不去啊？不，你不上床，你不上床我就死去哭啊！母亲啊，去不去？快去！哎，谁下？母亲，谁下？哎，坐。死了。开门！我就叫千金到了，快叫知府出来！开门！咦，弟弟，你看，陈夫人又碰面了，因我连夜到此啊。哦，原来是过九爷呀，又碰面了。你也因我连夜到此啊？又找到一个王子，说是被知府领了回来，我真放心不下呀。是啊，我也放心不下呀。对天行之乃是朝廷大事，丞相巡视离京，则尽力当代替老爷过问。不管是真是假，知府怎能随意领为府里？老夫人说得切实。弟弟，此番也不怕，这次碰到这个老姑娘，讨厌。
哎呀，请哎呀，陈夫人，国舅大人，有什原因？有什原因？请。老夫人请。请，你怎么将王子抬了回来？我见了鼻孔太美，王子讲中不好吧？不，下过一片忠心，请。哎呀，陈夫人你来了，哎，快请，哎，请啊！里面请。哎，请你。什么谁没把人抬回来？太不像话了，真不像话。万岁，你不用操心，王子是为殉道的。哎呀，皇上，你给我这些年了，应该有数。王位是不为真心替我行造儿子的，你要为顾多虑点神呐。那边你要给我仔细当团。我才明白，听说有殉道一个，恐怕我在微镇见到，不知是真是假。千真万确，不讲假冒的就差错。王子人呢？王子人呢？王子，这呀，王子在哪里呀？他已经睡下了。举完微信。是啊。他实在是醉了。那领我们进去看看吧。你们只想见见王子殿下，我是来看看是非有假。我也是，我的说了，这一人多就不要将来争王哎，这只是来看看殿下表兄。你自己刚刚在家教我的，你放了？笑什么？少年妇怕乃我寻道，一女这随风，这是皇帝的旨意，你什么笑？生恨不是明恨，这王位的报酬我是说听了。你不去找找镜子，一副傻相配得上天下千岁吗？原来白羊山等不睡觉，都是来抢到王后的。实话相告，我女儿与王子青梅竹马，誓与定亲，两人情投意合，今晚已拜到真亲了。拜到真亲了。哎呀，国舅大人，理解嘛？太像话了，你看自己母亲，老爷，你看我谁想嘛？去看呀！哎呀，国舅大人，请用着，请着。亲爹，王子在这里，东方花烛之夜，总不好意思冒上进门吧？这事大家都是高贵名门女眷，老夫人，你说你？咦，衣服把他捆什么搞了？不要进去！哎呀，不要进去！你不要进去！快上，西东西谁的上上？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母亲，谁想？天女儿，阿奴，老夫人，新郎面孔还得通红，根本就没有心嘛。师傅太太，这就是你说的同王成亲，趁我体痛。皇上胆大包天。老夫人啊，你空倒是蛮漂亮的。好了，还是我来做新娘帮忙。你真无耻！哎呦，骂我无耻！哎呀，你一直长得像真的一样，肚皮里也绷紧，比谁都粗。你干嘛我？骂你又怎样？你看，好了，惊动了王子，下辈子不行，让你去。好了，你看见的，他先打我。好，不要吵，真不像话，这是像你的礼貌。吵啦，先骂我的，这个是讲理。老夫人，请用茶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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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国舅大人啊，
这话说不好，在下屋里好唱谁？你国君心中谁好唱？是王儿嘛？哎，恳求各位娘了吧？有我娘做梦，令我在谁管？哼哼，哎哎，哦，参见殿下。哦，知府大人，下官在。国君大人，哦，臣在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因我还进宫见我父啊。启奏殿下，不怕以宋玉娘娘，想必还凭今日任皇上念朕，明天必定殿下进宫。是啊，明天必殿下进宫。他是都是来见见殿下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有我在此，怎不见索兰基地？索兰是叫花子，我不是请大人来接去接他吗？叫花子嘛来，我来了。我是你表妹，国君也早起，殿下表兄。我朝见当今国君千金玉，是他在中受益，老林神在闺中花永远望独生分明，一生在茅上见谁盘，因我是父表兄为纪念送礼坤望轻松，年纪里身骨胖爸爸的小皇帝。殿下，你看我女儿。不，殿下，我们那是丞相夫人，她还是我女儿。殿下，曾经我堂堂相光为前帝，不愿一人担着才能。殿下莫曾心系亏，常常为我送出去，让谁回去爱情庄稼。我心领了，这进书进官，我真的进宫也好，可临时抱不着，你们来不及啦。我女儿王子死于定亲，今日未婚，你们为抢王儿报仇，今日出山沈家夫妻，太过分了吧？哪有什么？我何曾有你女儿有过晚婚之事啊？岂有此理！哎呀，不行啊！刚进洞房你就忘了，你们这死于定的亲啊！是啊。哦，你就是不让我进门的知府太太。不，那是下什么冒着我无足地位。要是知道你来了，我早就打开这门迎接了。是啊。好了，过去之事不提也罢。不是，不提了。你一步登天，你就拉婚了。休要无脑，副判乃我寻到，我女随风，理所当然，何用多争你？对，王爷娘娘这把宝印我是锁定了。不管什么事都走得成。殿下表兄，走。你慢着。我曾想听听你三人，难得于此良缘，你们结婚是此不理。可有什么用？闹又有什么用？万里江山有俺家一本，你们的乌纱帽本想要吗？我弟弟兵权在傲，皇帝都要让他3分，你说老几？你这个没有教养的疯婆！你这个没人要的老姑娘！你真没吃！你不脸！你不脸！赵国君，你
你是王亲国戚，该管管的女儿啦，大庭官说嘛，我的千金。宰相夫人，你是宰相之妻，也该劝劝你女儿，她不该说骂我的千金啊！你无理，你无耻！是你无理，你不要理我！太不像话了！赶快去吃！娘娘已知，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奉娘娘千岁承应，娘娘对天诏曰：尔等曾来琥珀，系围绕之法，本当从容之罪，算罪孽尔等对天巡之将功折罪，赐予谢恩。万百块谢恩啊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假冒之法，虽当斩首，忘恩浩大，明日也是。哼，葛六爷，这个我跟你讲，我是宋公公，宋公公，宋公公。天下标书，我乃是不求千金为好美，凭我金锁，给我活美。哎呀，走！国舅大人，国舅大人。天公赐此这龙上。我心乃平安，父亲啊，念他我一生情，想想儿女去方城。母亲，你这野妇，还不就本来人？轰了出去，轰了出去！母亲。走！你给我走！母亲，橙色苍青，有城里
一字偏来字。芝芝，你可能一夜未困，晚上歇歇再睡吧。哦，这来了，到此可以歇。孩子哥这么有良心，不要我们了。不喂，你不要相信那个老妖婆的话。那我们不要走，孩子哥快来请我们。他恐怕也来不了了。他现在是皇帝的儿子，谁不听他的？要是我谁来就来。我们是叫花子，芝芝，你小丽，你不懂，我们往日一起回河南家乡，家乡大山一个，大地一片，那为我们的家呀。家乡的苦，还与父母同在，还与乡亲暖心。芝芝，你等定不小丸子哥哥吗？兄弟，都下去。是。我过去与姚氏商量，15声都不见。是。下去，下去。你女儿要当王后啦？不，那是假的。这是真的。这双的妇怕，岂能与假？这，哼！啊！这，杀了！啊！回事啊？
是真的，上的不怕岂能有假？但是我要让他变成假的。娘娘，我糊涂，我该死。这代天寻子，我再也不找了。不，要寻。遇了上的副炮卫兵，谁可以寻到我们自己的人？寻过我天天听我话的人。光能我记生，到那时，非但你女儿的王儿，就是这江山，不也是稳稳当当是我们曹家的吗？哦，娘娘高见，娘娘高见呐！算的金银是之前，爹的只是吃了笑。呸呸呸！哎，呀个富呀个好，一当呀有为宝，算的金银是之前，爹的只是吃了笑。呸呸呸！哎，这进来啦！这两人到底在哪里呀？是在南边，不会太远了吧？哎，先回去吧。哎，你这边路都走不动。
我是心里怕。哎，凭你我俩的水准，还怕那书生？不是的，这身杀不得呀，杀不得。为什么？你告诉我，王二玩了虎炮。亲爱的，有啊，是王二身边的宫女，她偷偷地告诉我的。你可千万不能说出去啊！为什么要问？因为是真的。万子是万岁的儿子，要当皇帝的。真龙天子，你可能杀？杀了他，可要无来决定呀！死了阎王也少不得你我啊！对，可是不杀，这王二的理也，你可是知道的。所以，我要讲明是王二要杀他的，不是我们要杀他。所以啊，我们还不能同道呀。对呀。要慢慢点。对。嘿嘿，都是阿兹图里疙瘩多。有道理。走吧。好，走。前面到了吧？小鸟听得懂，我想我们能跟上。小明，快点，小明，站住！你就是丸子。我是。我们是王二所怕，20年来一直没有当听到你的下落。今天你可我到头了，我们侍奉天下，圣天。不，你们搞错了，我不是真的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王二才容不得你。小弟，你们昂平，他没遇到。请吧，请升天吧。走。死了！也，好人跟你。来了，慢点，小弟。相公，丸子公，你快醒醒啊！丸子公，啊，死了。相公，丸子公，小弟，他不死，我的虎怕是假的。耶，这跟上次取回去的虎炮不一样。上次这个虎炮里面有2只蝴蝶，现在没有了，对爆了。啊，掉包了，掉包。是谁？是谁说出去我掉包的？是谁？都不是。来呀！有。因我将他
暗中与我作对。哼！娘娘千岁，那这个怎么也在一起了？哎呦，小弟怎么对王子如此钦佩？姐姐，他真是王子啊！你快去将我们的银老找来，我们该走了。走了？去呀！你快去呀！走了，实在凶手之言，岂能相信？你是王子，不算不怕，何用碉堡？王儿又何用怕人再杀于你？王儿知你为师，定然不为官虚。你还是设法尽快进宫去见皇上，才能早日登基。莫忘黎民百姓。说了那一家草民与你天地之别，我小弟一起为河南家乡。姐姐，丸子哥哥来了，我们怎么还要这样？相公，王子，我们走了，你都珍重。好，走吧。不要他什么王子，我又不是骗子，我只要当小弟的丸子公，我不得分开，死也不得分开。算了，你真的能忘记这两点，真的不要我了。姐姐，我要丢下丸子哥哥，他哭了。古语此事是啊，照你这么说，王儿有下落了，确有下落。听说身材、面容、神态，全像皇上啊。现在何此？京城荒郊破两亭。卿家私语，不得分赃啊！真是。哎呀，你们怎么还在这里看啊？有的看你看一辈子人，就照宫廷上帝的那样，今晚两定这当王，明朝一道回家乡。哎呀，快去别试试，就着当扮一下。在这里写过大的漂漂亮亮的喜事，做什么？谁家办喜事没有个喜事啊？来吧，来，对，好，写在这里，大大的，哎呦，真好看。皇上，前面就是破两亭。哎呀，怎么有湖光啊？出了什么事？速速进去观一观，不要声响，轻轻地扫过去。好，快走。皇上，请最好，最好。新郎新娘拜堂喽！咪了嘛啦咪，咪了嘛啦嘛，咪了嘛啦咪，咪了嘛啦嘛，咪了嘛啦。
你们不要害怕，我们来了一会儿了，不敢打扰你们，故而未敢声张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你是？我叫万子，有话请说。想啊，万岁！你看，你从小只有母亲，母亲曾给你琥珀，琥珀中，他琥珀中有2只蝴蝶，我亲眼见过，现在变成条包了。你母亲眉心上有颗美人痣，你母亲名唤夏丽芳。你哎呀，万岁万岁！万岁，此乃当今皇上你的亲生母亲啊！父亲，哇，报，我不是你的皇儿，我的琥珀是假的，我眼中不，我的面子啊！相公，万岁！王子是心中难受，他受尽其伤，九死一生啊！王公的，他是万子公的。要不有罪，谁不造造？是可忍，是不可忍。王儿，为吾，我已是年迈无用之人，派儿为公，早日继位。吾啊，我是王爷岳春呐！你母亲呢？母亲，他已去世。他已携我而去了。王儿，我对不起你们母子俩啊！可做皇帝的也有做皇帝的难啊！王儿，为吾千错万错，还能活几天？你就看在我你娘恩爱一场的亲文上，就在为吾去世之前原谅于我吧。啊，王儿，我儿啊！襁褓礼物到今朝，安分思念，应许明年。
皇子回归，乃是大喜呀！丞相去还，还望龙体珍重啊！好，王儿，再为公吧。那是俺记得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当然一起为公，一起为公啊！终于是你老公了！齐家为公。娘娘，范子进宫了。什么？范子他没死？皇上已将他带进宫去，万子实在登基，这你慌什么？你是国君，水中豫章兵权，还怕对付不了一个小小的万子？干脆我带领兵将将他们下场。名不正言不顺，太平盛世，后用刀光剑影。这怎么办呢？我死于自斩。来，坐下。哎，你们都坐下。来，哎呀，来，哦，哎呀，来，坐下。来，干上一杯。来，好。来，随便切啊！那，切啊！你好吃吗？好吃，要吃，就是吃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慢慢切，多吃点，就吃出来什么东西啦！来，父王，你20多年了。为吾忠立一股，死死欢心啊！想起你呢，苦命的母亲。哦，来，为你母亲灌上一杯吧。父王不必悲伤，孩儿能有紧张，母亲定若欢笑酒尽。儿的母亲饮了4杯。好。皇上，今日团聚，你老人家
应该高兴才是啊。是。皇帝老爸爸，你也多吃一点吧。父王，你吃吧。你吃。切，大家一起切啊！七岁万岁，丞相为敬，有事求见。于是明日上朝这边，今日一概不见。是啊，我们切啊。是啦，来，姑娘来敬父王一杯。我也敬。好，一起敬。我儿能侍奉我啊。为皇上健康长寿。做皇上。做皇上。哎，像个老百姓。来，说得好。好。丸子。这，我说的对不对？怎么样啊？对，我都去头来了。说得好，都说得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干，好不好？来，哥。七岁万岁，国君有要事求见。是不要当朝，偏要当朝。王儿归来，乃是最大的要事，叫他们明日追兵。去吧。万岁，宫门外聚着不少大臣，丞相严厉为辅，各部官员、京城知府都要求见。他们都来出城。遵旨，明日早再来攻我不迟。他们都在纷纷议论。他们是些什么？奴才不管事。他们是狡猾之进宫，乱了糟糕，趁我体统。都知道了，去吧。是。做皇帝的严酷，一顿饭都吃不人了啊！来，怎么不同啊？来，切呀！父王，那太监来说些什么？没什么，就要滚他啊！少兰姑娘，朕来敬你一杯啊！不管当。你记得是我王家的大恩人，上午你们多次相聚，哪有我无知断于之事？故而，不管怎样，我会把你们当作自己的儿女一样，把你们留养宫中，终身享尽荣华富贵。你是个好姑娘，也是个聪明的姑娘。来，饮料这一杯。请问父王，现在此话何意？今日不谈，深深几何，万事还久。来，说来姑娘，朕为你斟酒。不，父王，他把你句戒不违背，话一次次，我请讲。这道题目3次平，王公人物3日宁啊！本想高高兴兴还问这几句，可是宫门外，姑娘。
真乃是王儿你举多错，比起他忘情多情操他人的春落江山张随机，几十年我为高求真，不风雨是定是岁末老都平天，无才尚能做王儿。无事随来无作孽，千女里忠臣多儿的地位比早比王权情爱两相比。王儿你要多思量，天为我尽力帮姑娘，各自为当应当你。万岁！说来我明白了，女儿以为皇宫神圣是仙境，天大会却应告皇上，君命。才知皇帝是多少，难分觉得与是非。真真假假皆一生，为所能尽乃是你，言寻不了尽你风尘。你这是主啊！难道你放了娘亲？难道你要一两死郎恨？难道
呀，还是一起走的好。不，皇儿，他不能走呀。他是王儿，他是假的皇上。他是假的，那你要杀他做人？哎呀呀，我要杀他做人，因为他是假的呀。皇上，他是真的。假的。真的。那他有什么未必？有上的福帕吗？调报之事，想必你比我更清楚。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了。哎，这就像当年是我得罪他母子一样，都是冤枉啦。哦，你们俩来得真好。是你俩受命代天巡视，你们幸亏向皇上说，他的福帕是真还是假的？臣启皇上，此人不久以前投奔我处，自称是皇子，可水中福报无有双天，一看便是假的，被我夫人赶了出来。此话当真？句句是真。好一个清直的子父！国君大人，臣在。不用，你肯定也证实他是假的喽。万岁，他确是假的。你，哼！是此时来。那上的福帕至今无有下落了。朕妾已为皇上寻到，皇上请看。不用看，不用看，王儿拿他的福帕岂能有假？不知生是谁？朕也找到了，已在宫中。已在宫中。你。好，他年方20，至于母亲，举止容貌，与皇上相像无二。他与上的福帕，与他的面貌相像。他母亲叫雅莲花。对呀。还有什么病症？还有万岁你也太多虑了，是此正日还要有什么病症？不，孤王还要病症。知道，你总该相信，孤王我不会将所有的病症都出在王榜上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还有病症？不知什么病症？皇上，他没有上的福帕，硬说他是王儿，他有什么病症？王儿要看，看看何妨啊？只怕看过历史再少，也来不及了。这壁上的红字，王儿，你寻到那位有吗？皇上一定要有红字吗？当然要有。何以证实这王儿壁上定有红字？此内我儿自有天生，孤王亲眼目睹，何用作证？皇上，满朝文武，宫里宫外，都只听说这宫我美心有孔子，却从未听说王儿壁上有红字呀。是吗？是啊。皇上，一定是你年老忘事，记错了吧？我或许年老多忘，可你没想到，还是有人能作证的呀。有人作证？来，传。
是。哎呀，皇上，叩见万岁娘娘。原来是你们两个。你们不用害怕，大代为王。当年你俩都见到小王子，可曾记得他随便上有一颗红字？有没有看见什么？好好的想，仔细的想。你想？是个20多年，奴才实在记不清了。那你呢？奴婢也记不清了。有奴才，你们都是皇上，没有谁没有，皇上无用发火，我也没当真。我知道皇上是龙体欠安，年迈已亡。不过皇家之事实一不二，总不能今天是虎豹为兵，明天又是红字为兵，下来再是什么黑字白字，岂不乱了真假呢？你们是吗？是啊，是啊，你还是遵照皇上的旨意，不要难为他们，让他们走吧。起来吧。谢娘娘，谢娘娘。万岁，真的已经找到家的自然是走了。皇上，是啊，一时记错，总是难免的。10大年纪，何必耿耿于怀呢？朕的王儿还在宫中等你召见你。孤王，老爷恐怕真是年迈无度了。不过听了你们这么一声，心里倒是更明白了。啊，是吗？皇上，一声称帝，又是痛。温情难灭，苦涩冬。古台草堂风雨光，今天子路步步长先空。同胞又是黄金江，怎能再讲？儿的情关终身锁，心的长夜迎见翁，儿孙朝夕乐和，愿他俩
前飘香孩子，多谢你们今天被我容颜，让我做了一位父亲，婶婶难得如此高兴呐！所以你们一起回去吧，相亲相爱，安生度日去吧。上阵亲自送你们。这是真的。你